親愛嘅代雲，今日係我哋人生最重要、最神聖嘅一日。好多謝你願意嫁俾我，成為我太太，陪我一齊行落去未來嘅每一步。記得我哋啱啱一齊嘅時候，其實係我人生最低谷、最迷失嘅時候，係你鼓勵我、陪我度過呢一個低谷。後來我哋仲會一齊移民咗去英國。嗰陣你都未曾踏足過英國，但係你好堅定咁樣同我講，我去邊你就跟住我去邊。你對於我嘅信任，你有嘅勇氣，我一世都唔會忘記。我亦都想喺度多謝代雲嘅爸爸媽媽，好多謝你哋一路以嚟對佢哋嘅照顧，咁對佢嘅栽培，先至有今日咁溫柔、咁堅強、咁善良嘅代雲。請你哋放心，我會用我一生人最大嘅勇氣，會好好咁保護佢、珍惜佢、愛錫佢。親愛嘅未婚夫陳冠康先生，由今日開始你要正式改名做我老公啦。由初初相識嘅時候，已經覺得好似好熟悉咁，大家好似識咗好多年咁，我成日都覺得好神奇。點解可以識到一個同年同月同日出生嘅你，而我哋彼此都選擇咗對方做另一半？呢4年幾有 match 嘅日子真係好開心，會開始個路出現更加多有你一齊建立屋企嘅感覺同埋畫面。好多謝你呢5年半入面包容我嘅不足，包容我嘅脾氣，令我可以無後顧之憂去做任何事情，支持我嘅所有決定。你嘅存在就好似有多重身份咁，除咗係我另一半之外，亦都係我最好嘅soulmate，係我嘅知己。你係我人生中入面最重要嘅決定，係我今世唯一可以選擇嘅家人。我會用最真誠嘅心繼續去陪伴你，同你一齊去面對所有事情。我愛你。從今日開始，無論順境或是逆境，我將永遠愛你，直到永遠。我入嚟啦，申請咗好耐先有嘅，係嘅，真係咁好嘅，係啊，好啦，得啦，搞掂啦，係咪啊？碰碰啦！好啦，愛妻戰食大考驗。我第一次同 Heather 見面嘅時候 ，Heather 叫咗邊間嘅手搖飲品？冬瓜千草。揀以下呢度邊個唇印係 Heather 嘅？要試下先知嘅。你講出 Heather 中文名全名有幾多個筆畫？29。正確。講出10個 Heather 嘅優點。靚啦、高啦、好人啦、溫柔啦、體貼啦、有組織性，好。咁而家大家一齊飲茶啦。愛的宣言2：如果發現老婆有錯，一定係我睇錯。大聲啲，我聽唔到啊！楊代雲，你願唔願意做我老婆啊 ？OK 啦。好耶！我會錫晒你，對你好。OK。好緊張。咁阿 Michael 希望你好好照顧我個女，知道。就要你開開心心，你哋就百年好合，就永結同心。福啊，同個女一齊過美滿嘅生活啊！好，知道。
爹哋飲茶。慶祝堂生開開心心。多謝多謝媽咪。全部都係咯。我冇見過佢發脾氣。你喺廁所，通電話嗰度，你仲攞出嚟。